咦，老闆，你咪揾阿里德華台嘅？嗱，今日介紹間低層 A 室俾你，單間實用面積949尺，間隔係套三房，仲有功能套房㗎。我哋先睇客廳，客廳係長方形，面積約280尺，廳向北望獅子山，景觀相當開揚㗎。主人房面積約82尺，有一個標誌性嘅弧形落地玻璃，而主人房呢係套房嚟嘅。旁邊兩間房面積約68尺，兩間房都係向西北。我咁好介紹，你睇樓冇理由唔揾我㗎。我九龍豪宅吳展章，我電話902-596-9026-6666。好啦，老闆，下次見啦。